我要你跟天放离婚。进来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看你吞吞吐吐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挪用了80万公款，让人家给骗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其实，原本我不想挪用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看你对我冷淡，我怕你以后再也不理我。我想抓这个机会，给自己挣点钱，结果让人家给骗了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我怕我自己陷得太深不能自拔。可是当我见不到你的时候，我突然会感觉到一种茫然，真的，我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才这么做。是这样吗？我敢对天发誓。现在不是发誓的时候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，你先帮我垫上这80万，等我赚了钱我再还你。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这个忙。真的？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，什么条件都行，让我做牛做马都行。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。那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跟天放离婚。然后我们俩结婚。我不强迫你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有人会找你。妈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点，过马路看车啊。啊。那没有。昨天晚上上哪儿了？一晚上没回来，还有理了？上哪儿去了？
我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被人骗了。骗什么了？把钱骗了。骗了多少？骗多少啊？80万。我的心像对面楼上的电梯一样，七上八下的。等刘大为和田芳离完婚，你这架电梯也该踏踏实实的落地了。你说他们会离婚吗？会。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像你这样有钱有势而且风韵犹存的女人，一定会。这田芳可不是一般人呐。你想想看啊，一个普通的挡车工，后来贵为一厂之长，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，他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啊。其二，他们俩最重要的有一个儿子呀。如果儿子出来在他们中间一挡，这刘大为会不会打退堂鼓？所以我的心就像那个电梯一样七上八下的。放心吧，现在摆在他面前有2条路，一条是金光大道，一条是到了头的死路。如果他选择最后一条的话，那他脑袋一定进水了。不过还说明了一点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是，也是。80万，你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80万挪用公款，80万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还得进监狱。田芳，我想好了，这事儿我不能连累你。大伟，大伟。我不想让你蹲监狱，大伟，你要继续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没有你啊，大伟啊！你糊涂死了你啊！80万上哪儿弄去啊？所有的办法都想过，我们借不到80万，即使能借到80万，我也不想那么做，我不能连累你和儿子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没有第2条路，为了保全你，保全儿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什么办法？离婚。